謝霆鋒的40歲生日周歲宴，選在了香港南灣一家從不對外公開的私人會所裏。那天下午3點，會所門口的棕櫚葉被海風吹得沙沙作響，幾輛黑色保姆車無聲無息地滑入地下車庫，車窗貼着最深色的隔熱膜，連狗仔隊的長焦鏡頭都只能捕捉到一抹模糊的人影。可這世上沒有不透風的牆，尤其是當宴會廳裏的水晶吊燈亮起，服務生端着銀盤穿梭於20張鋪着香檳色桌布的大圓桌之間時，關於這場周歲宴的種種細節，就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很快飄滿了整個網絡。所謂周歲宴，其實是謝家多年來的一個傳統，不是慶祝新生兒滿1歲，而是謝霆鋒每年農曆生日的固定派對，取周而復始，歲歲年年之意，邀請的不過是至親與數10年交情的老友。可今年格外不同，因為狄波拉早在半個月前就放話要大辦，說是兒子這些年拍戲做飯太辛苦，得好好熱鬧一場。於是這場原本該是溫馨家宴的聚會，硬生生被安排成了30桌的規模。會所的宴會廳幾乎被塞得滿滿當當，連走廊都加擺了臨時座椅。當賓客陸續到場，空氣裏混着白松露的香氣和香檳的氣泡聲，所有人都穿着得體的暗色禮服，微笑着寒暄。可真正讓現場空氣凝結的是謝霆鋒那3個兒子的出場方式。Lucas、Quintus 和 Marcus 分別由不同的助理牽着手，從側門悄悄流進來，沒有驚動任何人。他們穿着普通的 T 恤和牛仔褲， Lucas 甚至戴着一頂壓低到眉毛的黑色棒球帽，雙手插在褲袋裏，腳步快得像是在躲避什麼追捕。助理帶着他們徑直走向宴會廳最角落的那張桌子，那張桌子靠近出菜口，旁邊就是堆放着備用餐具的櫃子，位置偏僻得幾乎被巨大的羅馬柱擋住了一半視線。3個孩子坐下後，助理幫他們倒好柳橙汁，便退到一旁，而 Lucas 從始至終沒有摘下帽子，只是微微側着頭，用眼角的餘光掃視着全場，那眼神裏沒有一點10歲孩子該有的好奇或興奮，反而像結了一層薄冰，冷漠得讓人後背發涼。過程的細節是從一位自稱是會所臨時服務生的網友的長文開始發酵的。那位服務生說，他當天負責的是角落那桌的菜品傳遞，所以從頭到尾都離3個孩子不過3步遠。他寫道，Lucas 坐下後的第一件事，不是看菜單，也不是和弟弟們說話，而是從口袋裏掏出一隻無線耳機塞進右耳，然後雙手交叉擱在桌緣，下巴微微抬起，視線越過前面10幾桌賓客的後腦勺，精準地落在大廳正中央那個最明亮的區域，那裏謝霆鋒正舉着酒杯，和向華強夫婦談笑風生，王菲坐在他右手邊，一紮墨綠色絲絨長裙，笑得雲淡風輕。Lucas 就那樣一動不動地看了將近5分鐘，連助理遞過來的熱毛巾都沒接，直到 Quintus 伸手扯了扯他的袖子，他才緩緩轉過頭，嘴唇動了動，隔着口罩，沒人能聽到他說了些什麼。但 Quintus 立刻縮回了手，低下頭去玩自己面前的餐巾摺成的天鵝，而最小的 Marcus 不過才4歲，根本坐不住，晃着小腿想爬下椅子，被助理輕輕按住時，竟然沒有哭鬧，只是睜着一雙圓溜溜的眼睛，盯着遠處那個從未真正抱過他的父親。宴會的流程安排得極其精緻，先是謝霆鋒的經紀人霍文希上台致辭，回憶了謝霆鋒16歲出道時的清潔模樣，又提到他這些年從叛逆少年蛻變成風味掌門人的種種不易。話音樂時，全場掌聲雷動。接着是大熒幕播放一段剪輯過的 VCR， 裡面有謝霆鋒小時候和狄波拉拉姑的合照，有他第一次拿到金像獎時的淚光，也有他在廚房裡顛鍋時手臂上暴起的青筋。可當畫面切到他和3個兒子在海邊玩耍的舊影像時，現場的氣氛突然微妙了起來。那些影像裡 Lucas 還是個騎在謝霆鋒脖子上的小不點，笑着去找父親的頭髮，而現在的 Lucas 就坐在角落裡，面無表情地看着熒幕上的自己，仿佛在看別人的故事。坐在中央主桌的張柏芝並沒有到場，這是所有人都預料到的，但他的母親卻來了，穿着一件樸素的灰色開衫，
安靜地坐在迪波拉身邊，兩人偶爾交頭接耳幾句，表面上看不出任何波瀾。可細心的人會發現，每當迪波拉起身去和其他賓客敬酒時，張柏芝的母親就會不自覺地轉頭朝角落那張桌子望去，目光在三個孩子身上流連很久，像是在掃着他們喝了幾口湯，有沒有好好吃那塊切好的牛排。賽過5味，謝霆鋒終於端着酒杯開始續桌敬酒。他穿着黑色的絲絨西裝，領結打得一絲不苟，笑容是他這些年來慣有的那種，嘴角上揚，但眼角不動，帶着一種疏離的禮貌。他從主桌開始，和每一位長輩碰杯時都微微彎腰，和同輩朋友則會多聊兩句關於最近拍戲的趣事。可當他走到距離角落那桌還有2張桌子時，他的腳步明顯頓了一下，因為他看到了 Lucas 那雙冷漠的眼睛正穿過人群，直直地盯着他。那一刻，謝霆鋒手裏的酒杯晃了晃，少許紅酒濺到了他的袖口上，身旁的助理立刻掏出方巾去擦。他卻擺了擺手，重新調整了呼吸，繼續往前走。等他終於站到3個兒子的桌前時，整個宴會廳的聲音都像是被按下了靜音鍵，所有人表面上還在交談，可眼角餘光全都聚焦在那個角落。謝霆鋒蹲下身，試圖和 Lucas 平視，他伸出手想去拍拍兒子的肩膀，可 Lucas 卻在那一瞬間偏過身子，摘下右耳的耳機，語氣平淡得像在問今天天氣怎麼樣。他說：爸爸，你的領結歪了。那聲音不大，卻因為周圍的寂靜而顯得格外清晰。謝霆鋒的手僵在半空中，幾秒鐘後，他收回手，摸了摸自己的領結，苦笑着說了句謝謝，然後轉向 Quintus 和 Marcus， 問他們牛排好不好吃。Marcus 奶聲奶氣地回答：太硬了，咬不動。Quintus 則只是點點頭，從頭到尾沒有叫過一聲爸爸。敬酒環節結束後，是切蛋糕的儀式。那座5層高的翻糖蛋糕被推出來時，全場響起了生日快樂歌。謝霆鋒站在蛋糕後面，雙手合十閉眼許願，燭光映在他的臉上，把他眼角的細紋照得清清楚楚。可就在他睜開眼準備吹蠟燭的那一刻，角落裏突然傳來椅子被推開的刺耳聲響，所有人都循聲望去，只看見 Lucas 站了起來。他沒有朝蛋糕方向走，而是轉身對助理說了句什麼，然後徑直朝洗手間的方向走去。Marcus 見哥哥走了，也開始扭動身體要跟着去。Quintus 無奈地嘆了口氣，那嘆氣聲裏帶着超乎年齡的疲憊。他站起來，牽起 Marcus 的手，對助理說：我們一起去吧。於是3個孩子的背影就那樣消失在宴會廳側門的陰影裏，留下滿場賓客面面相覷。有人低聲議論，說 Lucas 這孩子怎麼這麼沒禮貌，好歹是父親的生日。也有人反駁，說10歲的孩子懂得什麼，也許只是憋不住想去廁所。可那位服務生後來在長文裏寫道，他因為要補充洗手間的紙巾跟了過去，卻聽見洗手間裏 Lucas 正對着鏡子整理自己的帽檐，對身後的 Quintus 說：等下回去，我們坐一會兒就走，別吃蛋糕了，糖分太高。那語氣冷靜得像個成年人，而 Quintus 只是乖乖地了一聲，然後幫 Marcus 擦了擦嘴角的番茄醬。蛋糕終究還是切了，謝霆鋒象徵性地切下第一刀後，便讓工作人員分發給各桌。可當托盤端到角落那桌時，3個孩子已經重新坐好，但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接蛋糕。Lucas 甚至把面前的盤子推到了一邊，然後從口袋裏掏出一本巴掌大的漫畫書，低頭翻看起來。Quintus 則用手機連上了會所的 WiFi， 帶着另一隻耳機看動畫片。Marcus 趴在桌上，用吸管玩着杯子裏的冰塊。他們3個像是一座孤島，周圍的觥籌交錯和歡聲笑語，都成了隔着玻璃的遠方風景。有幾位年輕的女賓客忍不住走過去搭訕，蹲在 Marcus 身邊問他幾歲了，上沒上幼兒園。Marcus 抬起頭，眨了眨眼睛，沒有回答，而是轉頭看向 Lucas。Lucas 這才合上漫畫書，抬起那雙過分冷漠的眼睛，淡淡地說了句：他怕生，然後就再也沒有多餘的話。
女賓客尷尬地笑了笑，起身離開時，還能聽到她低聲對同伴說：謝霆鋒的兒子怎麼這麼怪，一點都不像明星的孩子。這話飄進 Lucas 耳朵裏，他卻連眼皮都沒抬一下，只是重新翻開漫畫，仿佛那個評價與他毫無關係。宴會進行到尾聲時，迪波拉終於端着一杯紅酒，走到了角落那張桌子前。她作為奶奶，臉上掛着慈愛的笑容，試圖去摟 Lucas 的肩膀，嘴裏說着：乖孫，今天怎麼都不去和爺爺奶奶打招呼？可 Lucas 的身體明顯僵硬了一下，他沒有躲開，但也沒有回應，只是任由迪波拉的手搭在自己肩上，眼睛依然盯着漫畫書。迪波拉的笑容有些掛不住了，他轉頭看向 Quintus， 用更溫柔的語氣問：小 Q， 今天的湯好不好喝？奶奶特地讓廚房燉了你最愛的玉米排骨湯。Quintus 這才摘下耳機，禮貌地說了句好喝的，謝謝奶奶，然後又迅速帶回耳機，把視線移回熒幕。迪波拉站在那裡，足足有10秒鐘，沒有人說話。空氣裏只剩 Marcus 用吸管攪動冰塊的清脆聲響。最後，迪波拉嘆了口氣，輕輕拍了拍 Lucas 的頭頂，轉身走回主桌，背影裏帶着一種說不清的落寞。而 Lucas 在他走後，終於抬起頭，看了一眼奶奶的背影，那眼神裏的冷漠似乎融化了一瞬，可很快又被更厚的冰層覆蓋住。散場的時候，已經是晚上9點多，海風變得涼的。3個孩子在助理的帶領下率先離場，從側門穿過廚房，直接下到地下車庫。Lucas 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快。經過廚房時，有位正在收拾餐具的阿姨隨口說了句小少爺慢走，他竟然停了下來，回頭微微點了下頭，然後才繼續往前走。這細微的舉動被那位服務生看在眼裏，他後來在長文裏感慨道：那一刻他忽然覺得Lucas 不是冷漠，他只是把所有的禮貌和柔軟都藏在了那頂棒球帽和那雙眼睛的後面，只肯在最不經意的瞬間露出那麼一點點。而謝霆鋒呢？他站在宴會廳門口送客，和每位賓客握手道別，笑容依然得體。可當最後一位客人離開後，他獨自走回已經空空蕩蕩的宴會廳，站在那張角落的桌子前，低頭看了很久。桌上留着 Marcus 沒喝完的柳橙汁， Quintus 截了一半的餐巾天鵝，還有 Lucas 那本被翻到卷邊的漫畫書，封面是一隻孤獨的鯨魚，在深藍色的海裏獨自游弋。他伸手拿起那本漫畫，翻了幾頁，然後輕輕放進了自己的西裝內袋裏，關了燈，轉身離開。第二天，網路上鋪天蓋地都是謝霆鋒周歲宴現場直擊的標題，配圖大多是模糊的側影和誇張的解說。有人說 Lucas 像來蹭飯的，坐在最後一桌全程黑臉，完全沒把父親放在眼裏。有人說3個孩子明顯和謝霆鋒不親，這場宴會根本是一場尷尬的作秀。也有人翻出張柏芝前幾天在社交媒體上發的動態，那張照片裏他正陪着3個孩子拼樂高，配文是我的全世界，被解讀為無聲的較量。輿論的浪頭越打越急，有的指責謝霆鋒這些年忙於事業和戀情，對兒子缺乏陪伴，活該被兒子冷落；有的則批評張柏芝把對前夫的怨氣灌輸給了孩子，讓 Lucas 小小年紀就學會了用冷漠當武器。更有人把矛頭對準王菲，說她出現在宴會上就是不夠體貼，畢竟那是謝家內部的聚會。各種聲音交織在一起，像是一鍋煮沸的粥，黏稠而滾燙。每個人都在急着站隊，急着審判，卻忘了那張角落裏的桌子、那本漫畫書、那杯沒喝完的柳橙汁背後，是一個真實的孩子在承受着成人世界複雜關係的重量。其實仔細想想，Lucas 不過是個10歲的男孩，他眼裏的冷漠或許不是恨，而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渴。在父母離異、父親常年缺席、媒體時刻窺視的環境裏，他學會了用沉默和疏離來隔絕那些他無法理解也無法掌控的紛擾。他坐在最後一桌，是因為那張桌子離風暴中心最遠，他可以不被打擾地觀察一切，可以不用被迫對那些半年見不到一面的長輩們擠出討好的笑臉。而
而謝霆鋒把漫畫書放進內袋的那個動作，又何嘗不是一種無聲的愧疚？他當然知道兒子的眼神裡沒有愛意，但他也冇力在一個晚上修補這些年缺失的時光。至於張柏芝，他缺席卻派母親到場，既保存了體面，也守住了距離。作為母親，她已經在能力範圍內給足了孩子安全感。王菲的存在更不該被妖魔化，她沒有做任何張揚的舉動，只是安靜地坐在謝霆鋒身邊，那是她作為伴侶的本分。成年人的感情糾葛本來就沒有絕對的對錯，離婚後各自安好，重新開始，是法律賦予的權利，也是生活給出的無奈最優解。而三個孩子在這樣的家庭結構裡成長，被迫過早地學會察言觀色，學會用不同的面具應對不同的人，這不是他們的錯，也不該成為他們被公眾指點的理由。我們隔着熒幕，隔着狗仔隊的長焦鏡頭，隔着服務生零碎的文字描述，去拼湊一場我們從未親身經歷過的宴會，然後基於這些碎片，去定義一個孩子的性格，一個父親的失職，一個母親的心機，一個伴侶的越界，這本身就不公平。Lucas 那天的冷漠，也許只是因為前一晚沒睡好，也許是因為他心愛的漫畫正好看到關鍵情節被打斷，也許是因為會所的冷氣太足讓他心情煩躁。Quintus 和 Marcus 的沉默，也許只是因為他們被反覆叮囑過在公共場合要安靜，不要給爸爸添麻煩。我們習慣了用顯微鏡去看名人的生活，卻忘了顯微鏡下的東西往往會變形。在這場喧囂的狂歡裡，真正值得被看見的，不是誰對誰錯，不是誰更委屈誰更絕情，而是那三個孩子仍然在努力地、笨拙地適應着他們無法選擇的人生劇本。Lucas 會提醒父親領結歪了，會在廚房阿姨問候時點頭回應，會幫弟弟擦嘴角的番茄醬。這些細節裡藏着的教養和溫柔，比任何一場精心策劃的親子真人秀都更有說服力。謝霆鋒會撿起兒子的漫畫書，會在手抖濺出紅酒時強裝鎮定，會在宴會結束後獨自對着空桌子發呆。這些瞬間裡的脆弱和悔意，也比任何一篇公關稿都更接近真實的人性。我們都是旁觀者，但我們也可以選擇不做裁判。與其急着為這場宴會寫下勝負評語，不如把它當成一面鏡子，照見我們自己對家庭關係的焦慮，對親密關係的困惑，對成長傷痛的共鳴。沒有哪個家庭是完美無瑕的教科書，謝霆鋒家不是，張柏芝家不是，你我家裏也不是。那些藏在生日宴角落裏的尷尬、沉默、疏離，其實也在很多普通家庭的飯桌上上演過。只不過沒有人拿放大鏡去拍，沒有人用幾千字的文章去拆解。所以，當我們下一次再看到類似的娛樂新聞時，能不能先放下手裏那柄道德標尺？能不能先問問自己，我們真的有資格去評判一個10歲孩子的眼神嗎？我們真的能從幾張照片裏讀懂一段長達10年的婚姻破裂史嗎？我們真的需要靠貶低某一方來證明自己的價值觀正確嗎？熱鬧是他們家的私事，而清醒是我們自己的修為。與其追逐那些被剪輯過的片段，不如把注意力放回自己的生活，去陪自家的孩子吃一頓沒人打擾的飯，去給久未聯繫的父親打一通不需要理由的電話，去允許身邊的人有不完美的權利。這世界上的愛有千百種表現形式，有的熱烈如火，有的沉默如海，有的像謝霆鋒那樣藏在西裝內袋的漫畫書裏，有的像 Lucas 那樣藏在微微點頭的那一瞬間裏。我們看不見的，不代表不存在；我們不理解，也不代表就是錯誤。最後，這場周歲宴終究會過去，新的熱搜會把它擠下首頁，三個孩子會繼續長大。謝霆鋒會繼續拍戲做飯，張柏芝會繼續陪他們拼樂高。時間是最大的稀釋劑，也是最好的證人。而我們這些圍觀者，除了留下一句願孩子健康成長之外，實在不必再添加更多喧嘩。畢竟，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在別人的故事裏保持安靜，在自己的生活裏用力熱愛。願我們都能學會把吃瓜的力氣
換成種花的內心，把評判的口舌換成傾聽的耳朵。如此，那角落裏的孤獨鯨魚，或許終有一天能游進一片溫暖的海域。